當牙齒崩咗一角咧，用邊種材料修復係最靚嘅？我哋傳統修復咧有補牙、有貼片、有全包牙套。咁樣點樣選擇咧？傳統補牙嘅樹枝咧，美觀、快、靚、正，但係缺點都係用嘅時間長咗之後咧，佢會染色、會變色、會氧化，比較容易甩。幾年之後又會甩。第二種方法咧就係貼片。貼片咧就係牙齒表面薄薄貼一層瓷面，同牙齒顏色完全一樣嘅。咁樣好處咧就係呢個牙齒嘅損傷比較細，醫生淨係喺牙齒表面薄薄地磨一層，就貼一層瓷塊。咁樣可以做到以假亂真嘅效果。仲有一種叫牙套，牙套咧係針對性嗰啲牙齒崩得比較大嘅，或者損傷比較大嘅，咁樣要將成隻牙齒磨晒一圈，再一個牙套將啲牙齒全部包起嚟，咁樣咧就又可以令到啲牙齒更加堅硬啊、堅固啊，美觀各方面都同隔離嘅自己嘅牙齒係一模一樣嘅，基本上可以達到以假亂真嘅效果。